嗨呀，歡迎大家到啲講話一部朋友嚟看我人本來學嘅嘅 podcast 了。當今到禮拜一咧，對你都趁留咗啦。拜一上特別做工嚟講係即係嘅嘛，特別趁聽本來學嘅你都做你較留咗，特別較爽特冇。但是講你興趣聽嚟講，你會使去Apple Podcast 會隨便嚟學見，無就是你拍入邊嚟學見 podcast 對出來啊，แล้วก็到啲 Spotify มัน上隨便嚟學見 podcast ไม่出來，到啲 YouTube 隨便嚟學見 podcast ไม่出來啊，那是講當時到啲我朋友看到一個video 咧，當時到啲一啲電話有放掉，那是講按怎收聽便嚟學見 podcast。你特別問聽啦，講你唔捌聽過，你前幾出聽過你冇白啊！有興趣嚟講咧，就 subscribe 啦，訂看訂聽啦。尤其是若是講到啲 YouTube 會看，你去 youtube.com/本來學見，就會找到我哋節目，然後 subscribe 到嗰邊，然後逐禮拜，個有通看，個通聽，通留住。OK，感謝大家，拜！廣華嘅朋友，拜拜。